请帮我照顾这孩子，他叫涂瑞敏。好，尽量哭。今天哭完了以后，我们就不哭了，没有眼泪了哈。好，乖。小朋友来分享新朋友，按照哦哆来咪哦。喂，鸡，我现在在马来西亚。现在有没有空啊？我想要过去找你。流离浪荡嘅後輩，在情夜空嘅深愛裏留下孤單嘅最愛。黑愛跳不日嘅命運，從深愛離開愛上，有意義愛會轉來。流浪那心情夢影來藏我，世界安排，世界安排你了強悍。做嘛叫要按水啊？難得哦，13年來馬來西亞有了，頭先迄份一剎奇怪嘅人要 fight 咧。先生，按排泄哦，一輕藝先看到誒。唔確定，唔應該比以前看到係咪？排泄啦，假使做得，請你留件樣本來好冇？
我想要送俾我嘅李夫妇诶。哦，恭喜你啊！不过给你自个的事情，老爱无想过。哎哦，做一下这主席。我先看到嘅。来谁嘞？既然哦，你还中意这东西哦，叫你用本啦。嘿嘿。先生，我在边。接定嘅微粉符，行喺老人高分数。其实我们不太合适，我们取消婚约吧。我用咗按水呢。係幾生嘢？其中大家佢都有啲衝過啊！小姐，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，你是小偷！我没有偷你东西呀，小姐，你喝醉了！小姐，放开我！你喝醉了！小姐，放开我！快！把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！什么东西？我哪有拿什么东西？把不该属于你的东西拿出来！什么东西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哎，谁？他偷人家钱包啊！他偷人家钱包，关你个屁事啊！你是主任，又不是警察，你电影看多了是吧？不是，你给我唱歌！哎，小偷，你去哪？快，站住！站住！给我抓住这时间！站住！站住！快跑！快！站住！站跑！再跑啊！啊！谁啊，姐？你都在黑店来给的。哎，啊。莫吵了，够了。不听。你怎么干？处男们哎！跳绳。来，用宝哎，来，吃饭嘞，吃饭嘞，早点吃饭嘞。哆瑞咪，啊，你怎么不吃饭呢？哈？妈咪，小鬼，你不要整天一直在那边妈咪啊妈咪啊！你不知道你已经被抛弃啊？你妈妈永远不可能来接你。孩子。妈妈。好呀。
妈咪呢？妈咪呢？这个是嫂嫂去图书了。喂，你婆婆係乜嘅啊？你嘿？伊19岁，拄到车咧，到底如何啊？我可以送转来，过后哦，要判断个规则，对。哇！你好不容易冇对我做嘛嘅事情？冇嘅啊。拜托各位，你个层次哦，冇安差。韩哥啊，我对你这种鬼神照现嘅生物哦，冇兴趣啊。这就好。哎，什么你筹备案部伸出援手哎？还伸出援手嘞！哎，伊条3年吼，19岁老倾向给世界啦，全喺2、3年嘞，传部吼老一啥4年的汹涌啦。太细啦，本你娘麻烦嘞。对哈。好死人哦！你用错的，俺用就不爱衰的。哎，遐嫌乌糟，敢过你还天数你射身啊？讲话嘛错啊吼。唔错噶，哎，俺重新整理下哦。你讲俺19岁，俺当然没咁差人送俺转来啊。唔过用不能衰到俺点度啊。哎，细伢子啊，你判断还鬼神呢？哎，你看，这衫啊，粗到不死啊！俺冇对俺3招，要蛮专业啊。好。哎，赛马，我们把你一个人丢在马来西亚，这样好吗？哎呀，他一个大人会发生什么事啊？又不是小孩子，他别害人就好了。是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，只是会没钱回台湾吧？那怪我，那谁要他闹事？每次都是我帮他擦屁股，擦得我手都快脱臼了。可是个头啊！嘘，不要讲不要讲，老板已经打给我了，要我回去解释。我饭碗都不好了，我还保他，烦死！走了。很高模，但只什么？真给你无心肝呢？规班的人哦，表挨啥做起走得都顺了，连挨带检否都那个推脱，看挨专业，要蛮亲切的顺利了事。面条前嘅全部，亲像嘅冇啥沿用诶，唉，还拄到一啥奇怪嘅人。哎，太细哦，俺有名诶，俺按到同层层。哦，咁我阿瑞都做得，你好啊。你好。哎，俺咁做的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好啊，你问啊。你做嘛个今天等爱啊？因为我天天去做去台湾啊。哈？为到嘛个啊？哎，
我吼迄用心良苦呢，我想啊，本20几分吼报答我啊。你迄爱我送人个头油哦？沙巴吼迄亲情啦，不过我无暗恨啦。竟然爱我用报答你呢？好啦，老实人讲好咧。唉，我乐团哦，比我爱上人转去台湾的啦，还老爱带警方哦推脱的呢。鼓手嘞？鼓手啊！我的身风哦，半线钱都冇了，你敢真的将我钱买机票啊？我？假使无法度面对人嘅承诺，嘅粮食就唔好精彩可以做。假使你个东西吼，可以按艰苦，竟然留定去做乜嘅啊？你头家做乜嘅啊？你那个自以为是嘅人，你敢系讲人太多咧？我嘅感情、我嘅情绪都係我自己啊！你讲好你自己就好了咩？嘿。假使啊，你无法度表达那种感情，跟都甲上网地位去争取啊，爱情哦，唔系咁简单呢。你讲的咩有道理啊？留电去要做乜嘅？你真係攞佢飛天啦！你做乜按假妹啦？哎，你係珍貴嘅東西呢，你咁跌喺意義啊？承諾老費，佢都冇嘅咧，你老記冇可能。哎，鑽石金子哦，係千揼錢呢，你點冇啊？冇關係啦，我真見冇差異咧。你唔猜哦，我猜啊！嚇？哎，嘅鑽石金子呢？我做人去當天哦，揾機票，哎呦，我都唔是攞去加錢咧咩？乜嘅啊？呀啥喂，琳达，我跟你说一件事哦。啊？什么？哎，这个婚纱的腰部有点大。啊？什么纱？没事，我陪朋友吃婚纱。哦，没有啦，我特地啊打电话跟你说，我要提早回台湾 ，surprise。什么？琳达，好了吗？我有很多事情要办啊。琳达，那男人是谁啊？阿磊，本来想等你回来再跟你说，我看现在先跟你说好了。说什么？我要跟 David 结婚了，下个礼拜就要搬去纽约。Sorry， 阿磊，你也知道，我们这样耗下去不是办法。本件車到啦，我唔朋友嗬，我老朋友結婚咧，我失戀咧。我請假半年啊！真嘅解啊！要整件哦，氣煞紅葉咧，Oh yeah！
童先生，哎，你做样子了？你冇咧？哎冇。好啊，因为副座以后我冇意见啦，不过唔敢做得留下我嘅联络电话。唔是啦，我想应该冇个见面咧。诶，唔管下礼拜要见面冇，那下月里有你加钱，出去玩。你係講嘢嘅啊？属于本啊。哦。哎呀，你做要上飞天花号码咧啊！哎，你安心啦，我後要實實攞錢問嘅。啊，好啊。哎，我有嘅態度，真像唔小心我要攞錢問嘅嗬。了，我啲表演幾單哦，做到寫好了。我黑用聯流同層層加200輕粗版。你係咪嘅假條啊？根本就冇任何法律效力的。哎呦，中公哦，我要攞錢問嘅啦，拜拜。哎，等下。哎，你咁做得，我真係500英元。嘈茶嘅啦。喂，训导主任。什么？沈大志又闯祸？好，我马上到。沈大志，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吗？你是来学校念书，不是来耍流氓。如果你要耍流氓，就不必来浪费教育资源了。你这什么态度？你有没有羞耻心啊？秦主任，唐老师，你们班上沈大志他又打架闹事，他把杨春香打得鼻青脸肿的。我如果再记他一只小过，他就该退学了。对不起，秦主任，我会跟沈大志好好沟通的。小孩子打打闹闹是难免的，不要到记过这么严重吧。他还是小孩子啊，出事就办休学，来回都已经2次了。18岁了还在念高一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像他这种周辍生啊，根本就是烂泥糊不上墙。你看看啊，这种目无尊长的学生，你还不要求情啊？对不起，秦主任，拜托你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好吧，叫他写一份悔过书给我，好好反省一下。不过他如果再犯校规，我可帮不上忙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主任。孩子，内底也哈无欢喜啊！规件事情哦，我都问清楚咧。迄样顺常不应该拿亚美讲销的，不过没做唔定别按用，就通数大人啦。也还上课的时间，你唔是应教室上课嘿？假使你去甲上的风险去甲哦，假存伊又何必照顾你呢？根本嘅事情，请注意答应唔会记硬嘅歌。唔过你要下费歌书，沈太子，唔好个帮阿存伊担心咧。
面粉也涨价哦。哎哦，阿干妹啊，哎，大家都好邻居咩？啊，涨价也不跟我说一声。哎呦，上个月可以多买一些。哎呦，春雨，我这些东西保存期限都有1年以上，你这样子弄乱七八糟，别人竟然会以为招小偷的啦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我身上哦，给你检查一下那个保存期限呢。然后我自己来就好了啦。啊哎，春雨，上个月账还没有结。哎哦，待会一起结咩？不要着急哈。来。哎，等一下，春雨，你买的这些酱油、卫生纸、牛奶都没有送赠品呢。赠品哦，就是拿来用的呀。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小孩哦，哎呦，正好用得着，刚好。有干娘哦，不要这么小气，迪莫，哎，这才会生意兴隆，知道吗？你光是235元啊？哦，喂，100、600，相信你哦。对呀，没欠你的哈。耶，阿春雨呀，快点。235元是今天买的，你上次收的账还没有结啊。哎哦，阿干妹啊，你忘记哦？你上个礼拜出去啊，我带哆瑞咪啊来你这边帮你顾店啊，还要把家当东西摆得整整齐齐，打扫得很干净啊。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要抵账哦？阿干妹暗呛哦。哦，那是2回事啊！我上次出去拜托你看店，前后不到1个钟头哎，而且我有看不出来店里哪里有整理过的痕迹。春雨，做人不能这样赖账啦！哎哦，干嘛你啊，春雨呢？我怎么可能赖账？我是清清白白、规规矩矩做人呢，赖账不可能。500， 1000。哦，阿春欠的钱我先帮他还啦，你们这样伤感情呢。当老师的果然比较明了。阿春雨，回家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你推俺先付钱了，你可以拿钱了哈。不是啦，所以我同埋客氣啦，走，你去拿錢了哈。好啦。拿錢，嘿。董先生，难怪票会本你啊？啊？票诶？诶，虽然迄票的假的，不过对俺阿春雨来讲哦，迄真件的哦，做得来万钱啊！你看，诶，我对硬的哦。不是啦，所以啊，不是，你就尊重俺买本身的东西。错啊，董先生，爱钓个太子哦，一直本炒饭，唔知佢最近敢有咩麻烦啊？无啦，佢当好啊，佢就好。啊，太子啊，过去哦有交到坏嘅朋友，哦，也好，佢愿意哦去学校读书，唉。天来啦，天来啊！哈，阿春雨，太子顶你下机哦，佢听说会上忙的啦。唉，这就好啊。我去莫涵哈，坐一下哈。哎呀，阿春雨，
佮上面伫尾对写啊，哪会迄么人啊？哦，来切啊！切嘞！这了，怎么样？下一站到哪一国演唱啊？哦，天国啊。哎，我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幽默哎。是。哎，说真的，到哪一国演唱啊？唱啊，唱个屁嘞唱！你们天地雷已经解散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厉害啊，你黑啊，你全台湾的 pub 的黑名单第1名，你不晓得？没人敢找你们唱啊。所以公司派你去国外唱，可以了吧？结果你更厉害，太棒了，在马来西亚都可以闹事啊！所以我们也没办法了，所以只好把你们的合约啊，还有预算全部抽掉了。是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可以把高手他们的合约一起撕掉啊！大哥，没有主唱，我要乐手干什么？我怎么搞殡葬业的？你帮忙好不好？第一入社会啊！这是会很现实的。哎，可是什么啦？我警告过你很多次了，别再说了。嘘，别再说了，我听不到。哎，我听不到。哎。你这小子总算回台湾了。来，我跟你说，高手啊，他写了一首新歌，你回去听听看，然后填个词，觉得怎么样？大爸，哎，那个，你爸妈不是留一间餐馆给你吗？哎，多好啊！一回来就当餐馆老板。你这瞎说什么啊？蚊子啊，你不是想要继续念研究所吗？有时间我会去念啊。高手，上一次不是有一间唱片公司说要出2倍的签约金找你吗？哎，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。你真是吃错药。Snow， 你爸不是要给你钱去欧洲进修吗？你可不要拒绝哦。阿磊，你是怎样？阿翔，你爸不是要你去他公司上班吗？薪水不错，考虑一下嘛。你干嘛跟我说这个？对呀，阿磊，你是卡到音啊，胡说八道的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胡说八道啊，是公司跟天地雷解约了。是不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事情？对不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样就解散了？好吧，叫你不要闹事嘛。现在你满意啦？乐团终于可以解散啦。哎，高手，阿磊又不是故意的。虽然一下我都解散了，不过有一日，你天总會夠繼續嘅，天總會嘅。
海俊，苍蝇猫的风味爱下几口好冇？嘿，阿 K， 你迄好好上吼，文章应该写到清好哦，都应该写非故事啦。出国来吼，下礼拜无个老同学上大的，好无？你什么的咧？非故事应该学的只架写，甚至来伪装错，请凭你这就冇非国家的意思啦。你终于冇按切了冇？你第二只费事应用一下冇？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米啊！故说哦，而且明日你心肝都飞过就好呀。你等会后诶。你都来写冇啦？你自家写啦。我自家写。都来写冇？都来写冇？啊？都来写冇？不来啊！我来在这里啊，给人哎，不来啊。哦。好好写，对冇？哦，做个阿 K， 左边的数学功课吼，写到唔会差哦。孙生哦，将今日的功课拢来写写咧，哦。有差不多无啊？好啦。阿陈怡，是啊，做来啊？亚得放开哦，我来写到好的啦。阿妈带鬼同的早几转来啊，你很差几高，出来干小事。你那边有钱买早给喏？啊？来打工的味所存的啊，古数从哪转来的？打工哦，打乜嘅工啊？下课都有点无聊，古数就去打工啊。我考太好哦。阿春怡，我自家的事情哦，我要打算呢。你自家有打算吼？好啊，有打算都好啊。孩子啊！孩子，阿 K 啊！阿 K 小友，来洗早鸡哦，好食啊，好食的早鸡哦。哎呦，要来洗的哦，放我来，我要。喂，来听哦。今天的事啊，做红嘅油哦，好乱讲哦，哈。来，好食的哦。孩子家爱什么心意，佢要去打工，这样有好食的哦。安子些。什么？好什么啊？今天的事咯。阿春怡，我天公年爱叫办费300元，迄清米一日嘞。我来讲。好彩哦，你是条毛全部拿本阿干妹，迄毛哦，4年的都冇钱叫办费嘞，迄就麻烦嘞。来。阿春雨，因为你不爱给钱，是就一般哦。爱嘛嘿。阿春伊个钱无来啊，你同先生讲，先分期付款好冇？我没买开，还分期付款。迄穷用的啊，太子呢？阿 K 啦，太子有伫监护冇？你去跳老通后上达，你一下出去搞你啦。上达哦，唐先生根本你有来啊，你冇讲，太子伫学校上达嘅事情呢？太子的學校兩年上達，幾件係清平常嘅事情啊。用咩人用講啊？什麼啊？你啲戶口批定幾條？眼當我背有情況的啊，吼。去拿什麼東西？乖乖啊，阿春怡出去買東西而已啊。
妈，我冇想要带阿春姨不开，你带我转移好冇？太子，我看哦，你还很做唔得呢。你阿弟阿妹哦，咱国家一年天天，也给新爸爸俩趁的身体又唔好。伊嫌买钱银子，唔本伊带我突然叫我上班出冇？佢冇嫌啦，咩安尼，太子？也係嫌買沒精神嘅來的，我爸又是土方，阿用不以起冇面子係咩？太子，我真經有困難啦。冇好，過去慘的，等我家公家用做得接書的，我都答應過去去鄉下好冇？喇叭呀，冇個騙我呀！我嗰班上嘅同學都笑我，講我咪咁樣男人，媽唔會我。孩子，才來，要拿便，拿便。好久不见啊，大志！怎么一个人躲起来打电动啊？多无聊啊！喂，沈大志，你现在怎样？看不起我们两个是不是？哎呦，她不是孤儿吗？没听过孤儿也会挑朋友的。沈大志，听说你妈跟别人跑了。我看啊，你跟我们也差不多，怪不得你妈会抛弃你。你笑我，神经病！太子，冇事哦，冇事都好，來，坐步。这阵啊，记到个钱啊，唉，好，听讲你哦，因呢溜溜个整理，从伊溜个菜啊，有去炸个鸡。起來。阿翠老姨流浪在炸雞做宵夜，
唔过有人摕咧。该不会妒忌啊？今也不用做当啊，等你妒忌这样事啦。你调下走哪去啊？来做咱公营嘛个事情啊。你已经满2年了呢，够哎呦哦，叫你舅舅都无法度毕业。你讲来啊？你怎无按下去管你诶？想闭上眼睛，微风在轻声细语，唤醒心中那些沉睡记忆。花瓣铺满了一地，就像往事的脚印。我终于又回到这里，大海让我拥有蓝色的勇气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管还会有多少风雨，森林里陪我欢笑和哭泣，一起守护着许下的约定，不用怕洒散了一天的雨，洒散了一天的雨，不要害怕暂时的分离，书把松开的记忆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花树下相遇。